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卡格里大咪。今集嘅 PS News 有一個好消息同埋一個壞消息要同大家講。如果你想申請父母或祖父母移民加拿大，咁今集呢就好啱你睇啦。加拿大移民部 IRCC 啱啱公布咗今年2025年最新嘅父母祖父母團聚移民政策，今次最多只接受有限嘅申請。開心嘅嘢講完啦，但係魔鬼在細節啊！大家要豎起隻耳仔，慢慢聽埋落去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卡格里大咪，歡迎大家收聽收睇 PS News。喺影片開始之前，請大家幫忙，先讚好、分享、訂閱我哋嘅頻道，開埋通知啷啷，一有新片或者新直播就會通知大家。你哋每一份嘅支持力量都可以令到我哋嘅 channel 做得更加好，多謝大家。先前加拿大移民部 IRCC 喺上年年尾暫停咗家庭團聚呢個申請，但係喺3月7號，加拿大移民部又出咗新嘅消息啦。呢一次佢哋移民部話2025年會收最多1萬份完整嘅父母同祖父母團聚擔保申請。加拿大移民部話，因為2020年嗰陣收咗好多擔保意向表 Interest to Sponsor Form， 直到而家2025年啊，仲有一大堆係未揀嘅，所以移民部會繼續喺佢哋個 pool 嗰度隨機度揀人，邀請佢哋正式申請噶。而佢哋呢係唔會再開放新嘅擔保意向書俾大家提交噶啦，即係話其實大家未申請過嘅話就冇得申請啦。呢個做法同2020年至2024年嘅政策一樣，係冇變到嘅。所以呢，喺2020年之前申請過嘅朋友，恭喜你哋啦！你哋隻馬入咗閘啦，但係邊個會跑出係仲未知嘅，唔好心急住，聽埋落去先。咁申請家庭團聚呢一個申請要等幾耐呢？嗱，截至2025年2月5號呢，如果你唔係魁北克省嘅居民，父母或者祖父母團聚移民，咁你嘅申請時間大概就要等24個月先會批到啦。但係如果你係魁北克省嘅居民，咁就要等足48個月啦。等得比較耐嘅原因呢，就係話魁省對家庭團聚移民呢係比較收得嚴一啲啊。而加拿大移民部 IRCC 亦都有講話咧，為咗減少大家對申請嘅批核時間啦，佢哋係會盡量保持收件數量同埋未來移民計劃 Immigration Levels Plan 提供嘅配額係相對匹配嘅。但係因為2025至2027年移民計劃將整體移民目標縮減咗，所以IRCC 加拿大移民部都要重新調整可接受嘅 PGP， 即係父母祖父母移民嘅申請數量都會被調整啦。喺度再講一講超級簽證 Super Visa， 雖然唔係一個永久身份啊，但始終都係一個選擇嚟嘅。移民部都有講話，佢哋係明白呢個政策可能會影響到嗰啲未能提交擔保意向表嘅家庭，所以佢哋就認為，如果你想同父母又或者祖父母長時間團聚，超級簽證 Super Visa 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。超級簽證係可以俾父母或者祖父母一次過入境加拿大，最長5年，仲可以多次往返，最長有效期可以去到10年。而喺最近啊， IRCC 仲調整咗超級簽證嘅醫療保險要求，令到簽證更加容易申請。至於2025年父母同祖父母移民計劃嘅詳細安排，例如係佢哋幾時會發邀請信俾你哋嘅呢？嗱，呢一點咧，加拿大移民部 IRCC 會喺未來幾個月入邊公布多啲嘅資訊嘅，大家記得留意更新啦。始終我哋大家都要明白移民部變化速度同埋節奏，唔係我哋一般人會估到嘅。希望呢個資訊幫到你哋。申請唔到家庭團聚嘅朋友唔好傷心，唔好失望住啦。頂多我哋買張來回機票飛返香港探親啫嘛，10幾個鐘啫嘛，順手去埋日本旅行咯。嘻嘻，係咪好開心先？我係卡格里大咪 Signing Out。喜歡影片嘅話，歡迎大家讚好、訂閱、分享、開埋通知啷啷，我哋一有新片同埋新直播就會通知大家。多謝大家收聽收睇 PS News，我哋下次再見。